除药价专精健身房向关门停业，唔那会员有一寡合作厂商嘛受害。厂商讲，因5月开始就请无钱咯，佮讲公司佮讲这是暂时资金调度的问题。也毋过厂商讲根本就是诈骗，望讲主管机关会当协助。 北北布条抗议，几若间全真药价配合厂商向民意代表进程，全真药价伫咧临时停业进程，就开始拖欠配合厂商的钱项，讲要改写订立为延后付款。从5月开始，他们就一直都付不出来了，所以我们款项就从5月到现在都是收不到的。银行信托也都只有优先返还会有的款项，我们厂商的损失谁要赔偿？ 厂商遭自救会初步估计，上少10间受害，金额超过大票2000万，目前拢找无人，讲这根本就是诈骗。民意代表讲，今年5月就有员工检举欠薪水，到9月15，台北市劳动局阁接到欠薪水的投诉，说拖到9月25才去调查。民意代表认为处理无积极，才影响到消费者甲配合厂商。 当时希望说，透过调解的方式，让劳工可以实际上获得他的那个薪资的那个回复。本周10月8号，行政院消保处也会召开2场会议来协助解决。恶性停业牵连消费者合作教练甲配合厂商，行政院消保会嘛会介入协助。因为员工的部分，伫台北市政府劳动局认定停业的事实了后，劳工会当就拖欠的薪水、资遣费等等。 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申请工资代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